在地人在地前，台中大甲文昌祠伫去年9月有办建庙100年来头一摆圆照大典，这是地方重要的宗教祭典，有真侪乡亲去参加。今年特别举办这个摄影展，希望讲用相片加文本的介绍，好更较侪人了解这段珍贵历史。壁顶一张一张的相片，拢是大甲文昌祠伫咧去年9月举办创建100年以来头一届的造就大典所记录的相片。大家都能够了解我们每一张照片的意义是什么，然后原教过程它的科仪到底是要做什么，为什么会是这样做的？100年来的第一次把这些非常珍贵的这些历史文化，还有说这个照片呢，能够留下来。这是地方重要的宗教活动，当时就邀请专业的摄影师、有文书工作者来到记录。现场除了相片以外，也有展出造就的文本。我们整个原教结束之后，应该把它保留下来，做成这艺术品，那非常有值得去把它保存、流传下去。这个展览伫咧大甲中正纪念馆对外展出，展期到3月30，欢迎民众来透过展览体验造就文化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